消费期，这个副总统赖清德钓鱼的体验，甲别人拢无共款。来看南投的消息，一个为北部去南投的艺术家叫林良如呢，这林良如呢，伫这充满大自然的气氛中呢，改变伊的心境，甲画风，创作真侪画作，和参观的各校师生感受真深。水里乡群庆国小的囡仔拢伊伫学路有够水，这种风格画作确实是真罕得看到的。校长嘛特别趁这摆的机会，带学生做回来参观画展。我觉得这幅画我比较喜欢，因为这幅画有分天跟地，然后人要和谐。来自北部的艺术家林良如，年初时来到水里乡上安村担任驻村艺术家。深入农村生活了后，嘛透过这摆展览，呈现心内想法。我这么快就被换回来，就是会被呼唤回来，我是自然的一份子。那这份喜悦是油然而生的，而且是感动的。画展会对29号下晡展到10月7日，有兴趣的民众都爱把握机会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